Hello， 大家好，我係高本，歡迎收看科技來咯。近幾年對一個健康越來越重視，故所講唔單將自家的運動，還會邀請專業的教練來指導自家運動。故所講今年我哋特別邀請到一位專業的教練來到節目地位，好好同大家分享一個健康的知識咯。好，馬上來分享我哋一個專業的教練鍾先生阿水。高本好，大家好，我係來自竹田的教練鍾先生阿水先生。哇，歡迎阿水哦，哇，挺後生咧。今年其實哦，真難得邀請到一位專業的運動教練來到節目地位，應該唔係按你咁樣兩三坐頓啦，應該係睇前面的外景啊、公園啊，還有某個地方，真是來運動一下。不過哦，真是我哋喺運動之前啊，還係先來了解一下專業的知識好誒，安尼好冇？阿水，可以啊，可以啊。阿水，我第一講吼，大部分的教練哈，有嘅係讀相關的課呢，吼體育嘅嘛，吼，啊也有嘅係自家有興趣再去進修嘅，啊唔係算哪一種？本身係讀體育呢，也係講自家去進修嘅呀。我本身係體育教育大學體育系畢業嘅，畢業嘅。啊，之前自家係對一個體育哈有一個興趣方面呢，嗰時候單位考一個體育嘅課呢嘛，啊係有乜嘅原因？哦，最主要是我高中嘅時節，我係讀沙比組。哦，高二嘅時節分科嘛，係讀沙比組。啊，不過我喺高三嘅時節啊，我模擬考。啊，別人講我模擬考嘅成績係你太好嘅話，別人講成績那可以你實力太好。哦，啊，我哋呢體育老師、體育先生就同我講，那個阿水，我可能那個體育課啊，吼，體育嘅方面表現得挺好啊，啊，我要考慮講考體育相關嘅大學。啊，你有機會上國立大學，啊，我咪先感謝葉曾老師，伊安尼款介紹嘛，啊，我都考人談到過，啊，你唔會查，啊，我試看咯，因為要考體育大學嘅話，變咗講我額外考術科，額外考術科嘅部分，啊，都很多人先生講，吼，啊，都下課時間，每日下課時5點鐘就睇學校嘅，就當學校係運動練習要考試嘅項目。當時要考有60公尺，然後仰卧起坐啊，好側臏步啊那些項目，啊，我們經過練習，就是變成講，沒順利考到個高標，東點高標，啊，沒順利考到我第一志願，新竹教育大學嘅體育學系。哦，聽起印象地度啊，唔係錯也唔錯啦。如果講一種讀體育課呢，有大部分人係本身就有主修，從人睇到講嘅話，唔會有一啲。考試啊，考的係大家攏共用嘛，還係講其實幾有分，你有一些專業主修的部分，可以考一個主修，係安尼嗎？係，因為我讀嘅美國中學，哦，比如講當時有棒球隊嘛，棒球隊前5名嘛，按部我係考，我當時係一般生，一般生考就是類似體育術科那些嘅，所以我沒體保生，啊，體保生呢，那些只要繼續練。我哋一般生如果選一個專門的科目，一個項目，像我當時係練籃球，如果加入籃球隊，係騰到籃球隊，去我係晨操啊，去我係練習安尼。畢業之後啊，因為唔讀嘅係體育嘅課呢嘛，有想過講，我畢業之後要從事下相關嘅嘛，係講畢業之後自己有去嘗試過其他嘅工作呢？哦，因為我係讀教育大學嘛，我當時嘅教育大學。我想講，我念體育學系，啊，教育大學，我出來時間應該都行先生，啊，冇行教練，啊，我都想講，因為當時有個教育學程的資格，我哋那一屆資格係前10名，差不多前10名那有這個資格可以去考那個教育學分，可以修相關的學分，啊，我都有夠努力嘅，有考到前10名啦，就有這個資格去修這個學分。哦，原來，嗰時候講唔係講誒，輕簡單講誒，萬年上嘅周先生就周先生哦，唔係哦，我去考到甚至好像睇條線，咁有法都可以修一個學程咧嗬。哇，哎呀，真係唔係咁簡單。啊，這個真是好似未畢業之後都從事一個教師嘅部分嘛，去做先生嘅。係，我有先去代課。先去代課，我有考碩班，我有先去代課，實習完，然後去代課，然後再去碩班。啊，嗰時候講唔得做先生嘅時節，真係去搞個打個體育嘅籃球嘛。係，我有去帶球隊係。哦，啊，幾時節搞嘅係國中也係高中啊？哦，我哋喺嗰個小教，國小教，國小嘅，係。睇唔睇
搞好嘅时节啊，这时节体育也种课程有冇嘅偏化冇？哦，有啊，因为人家体育其实国家有越来越重视啊。嗰时体育课都有一些不同的内容，会变成说，低年级。中年级跟高年级，我可以用的课程内容、方向、目标，嗰时都有一个系统方向诶。喺教学过程之中，有嗰种个体别的学生嘅，能唔能用慢去同佢沟通嘛？哦，因为嗰种时常，嗰种学生诶，大部分都会亲有想法，来同讲，可以用来上篮，有讲。可以用别的方法冇，有真有自己嘅想法。你每查我講唔同試訓咯，我背前試訓咯。我要同你講，規則，因為體育最主要的運動項目就是規則嘛。你要照着那個規則，我就犯規啊，犯規就對方得分啊，就沒有就得冠軍。對，所以說規則也還是要去遵從。所以要同你講，運動有一個規範啊。最主要是团队合作，就是同才之间，也跟你这个唔介意，不过同一队，我认为可以讲互相，你还要传给他，他还要传给你啊，对，要互相去做一个交流，不要说，我讨厌他，我就不给他，就是这样子。我所讲唔能神秘的欣赏，哈，唔能单枪讲哦，还要搞研用慢去从事安全的进行一个运动，甚至于讲还会顾到佢嘅心情，想办法同佢安慰，不能像说其他欣赏讲，哪都按哪都按的，我同来同共款的，甚至讲体罚一个部分，没人家国家性重视的，教育部性体罚，以前都不行就罚站嘛，人家唔可以安尼。罚得你去顺条草盾嘅，都唔得。系啊，近間唔知個提做有一個做先生嘅經驗嘅啊，好似你有咩轉到近間提做一個健身嘅教練一個項目，喺有冇嘅人員本來想講，我轉做先生跳出嚟，我嚟做一個教練嘅。哦，最主要是講，因為考試正式老師要考教甄嘛，因為我也拄好有。加考数学，有加考数学一个科目，我比较不擅长这一块，后来有持续考几次之后都没考到了，没考真实的因代课没办法啊，妈妈都讲我考公务员啊，我考嘛个，因考试没办法啊，想讲既然老师老师也条路已经有点卡关了，就是可能教练也快。因为教练每个运动项目都会主要讲，健身也一块，跟打羽球带指引，里面需要重量训练，跑步的也是需要重量训练，所以健身也可以作为一个算是基础一个根本，所以可以相辅相成啊。然后我就是去考这个教练的证照。都一起来健身产业。就等于讲，其实做教练同做个先生系共用的，但系讲教练可能有某种嘅项目有专业嘅证照，靠嘅哪条嘅证照啊？呢度安尼做一个教练。最基本都是中华民国的 C 级的教练嘛，最基本的其实应该嘛有业界我们行业健身界比较有名就4大证照，俺有考过阿法还有 ACE， 要有证照其实是一个门槛，考多有这个门票可以教学了，可是你还是要把好嘅东西，上管用的教本学生的，嗰时你去练习啦，唔同理论，怎么用的转为实务去运用，这是后续的一个证照。或者考到之后呢，那有青岛的工具证照，像壶铃啊、TX 这种工具证照，就是需要给罚钱去，再去考。有个教练证，因为没永久的哦，你考到之后差不多6年，有的1年，有的6年，都会换证。换证如果需要学分，就没用，需要这些工具证照去修，没有罚钱以后那才可以去换证，才有保有这个教练证的资格。哇，你讲好了，其实做一个教练同做先生、体育先生类型上係差唔多，同樣係教練嘛。但係呢，教練可能各付差一些，因為佢有某種樣專業嘅項目，甚至於講，像講嘅，除了其他嘅基本嘅證照考迄個，假使講唔行可以繼續進步嘅話，
壶铃的啦，甚至伊谈讲有的教练还会去靠嗰種急救啦，還係講按摩啦，嗰條嘅各種毛孔嘅症狀，等於講佢可靠一定到講有時間有經費，可靠100種攏有啦吼。按自家來講，靠到一條證照之後啊，用辦去現在講，我自家出來開一個工作室也好，去到那公司去做一個健身的教練，很用辦去現在的。有的人可能會想講我去態度師的呀，更加係留喺啲頻道，很用辦一啲想法。當時間推完過後呢，我外婆有失智，嗰時嘅時間都聽說古來聽說照顧安尼。尾去都好屏東嘅健身工廠，係有嘅徵教練，都去應徵，尾順利入去安尼。安尼都呢度種皮，我留喺睇家鄉吼，即家睇照顧種皮，順勢嚟前面一條路。唔可以講靠嘅教練講，因為嗰度嘅教練行喺聽數同學生嘅安排嘅課程嘛。我靠嘅教練講，就規劃嘅課程後，實際針對減皮也好啦，做某嘅肌力訓練也好，我按你靠嘅教練冇。會啊，係咩靠啊？嗰時嗰時間，我主管吼都面試嘅時間都問我先到專業問題，專業度嘅問題。因為講講，也個你係唔會搞，也教練唔會搞嘅話，會你輸送啊。係啊，嗰時有問你先到專業問題，我拄到某個狀況嘅時間，我用會搞，我用安排，如安尼。嗰時我都我回答都符合伊嘅要求啦。OK， 想講有個後生嘅唔會查我嚟，自覺擔心哦。拄到好，有個日生嘅唔會查，係咪？因為講嗰度嘅教練，不講係寫模嘅寫嚟嘅，經常有透過佢哋，係咪按嚟才會想到後生嘅來啊？冇啦，有一是專業度，有一是度好，安尼。好啦，功能嘅最重要嘅係看佢嘅專業啦。觀眾朋友，人哋專業嘅運動教練係按嚟培養來嘅呢。唔過到底專業嘅運動有哪啲嘅內容呢？休息一下，大家唔好走開哦。等一下，天天嚟同大家分享。歡迎大家回到福氣來節目直播喲。今日真難得有一個專業嘅教練來到入邊，嗰本也想講，趁住一個機會，將教練講人哋嘅動作，本電視機條線嘅觀眾朋友，大家可以來學習一下，安尼好冇？所以難得有一個專業嘅教練吼來到咱節目直播，請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哪啲位係人哋種皮啊，又係講行動咁冇方便嘅人，人哋坐下睇一個電力方可以進行，本自己表現一下吼，去訓練嘅運動。可以啊，因為而家真到種皮你卡坐蹲坐久嘅你會腳會麻，無會痛嘛，放住嘅時間行路協調可能無夠無力，嗰時我來電我加強咧，你人哋腳嘅前面入邊嘅肌力，坐蹲嘅話，你可以做一個像髖關節壓起來安尼動作，活動範圍細是唔怕，你一半腳離開體內。你睇到邊有個腳壓開來，練習講坐蹲嘅，咩可以壓開來嘅動作。因為有啲人抱條腿嘛，無你扛路嘅時會絆倒，一個門檻啊，會彎倒嘛。嗰時有啲人壓按高嘅，唔過實際上冇按高，你彎倒嘅。嗰時有個壓開來嘅時間，都會用到髖關節入邊嘅肌力。嗰時你可以坐蹲嘅，身體綁出來，做一個腳原地踏步安尼感覺。安尼輕năng安尼壓開來，安尼一度下個好啊？看我有7-8順嘅就可以。7-8順嘅。咩唔好講睇，如果你做身體已經變形咧，安尼都冇再做嘅。你講其實有7-8順嘅壓唔開來都唔好硬做，硬做嘅話都變到疏鬆嘅，唔係嘅訓練嘅。安尼我問一下都頭都講壓腳有兩種方式，可能有人講，腳唔是純打直，有人講安尼強鬆壓開來如何？哪一種更有效？有一種兩種都可以。兩種都可以做，如果唔可以協調有玩嘅話，表示講唔可以協調有活動到。嗰時你可以伸出來，
安尼做臀板迄个安尼做咩可以，拢可以都可以做。哦，都反正空间喇叭的话，唔可以打直，吼，来压风来做。啊，表示讲空间喇叭唔怕，唔可以用轻轻的弯曲压风来都好诶。系，那些高铁站，坐高铁时间，好，按空间很小，都手是安尼压风就会。哦，不过唔好拿喺高铁上安尼做，给他顺下去，他都奇怪，又给怪怪的做法嘅。哦，其实随时随地吼，风片的话，唔就可以安尼去训练。哦，无时间无地方训练，其实係一种借口啦。吼，其实本自家有一啲环境可以训练。啊，你除了脚，也能重劈重扎吼，可以安尼来训练之外，也能上半身哦，坐下睇啊，有时间手还可以训练吧。因为你啊，打天咯，打久的啊，无都紧张，嗰时我哋减健好，会眼高，嗰时你可以坐蹲嚟做一个抬头的动作，好，抬头过后呢，再拔回来，好，打回来一些，再合起来，好，反复安尼做，你可以伸展到反正颈部的肌肉，嘿，安尼都是颈部的肌肉啊，往下都会肩膀，好，肩膀你可以做一个举手，唔可以仰唔过唔怕。如压到可以最高的高度安尼会，再变下来，后背活动一下，稳关节润滑一下。哦，一個通常 T pass 下人哋客家人咧，人哋客家人未了啱。係啊，講人嘅米拜咯，講到有嘅都自家拿一下，講人哋客家人都啱講，嗰種米拜 T pass 要人哋運動本自家去表現一下。啊，唔過除了降筋吼，同人哋咧檢討，因為而家嗰多年睇用手機，包括人哋裝備也係哦，嗰度嘅裝備拿平板啊、手機啊，也把裝下幾舊，嗰時候有時就會降筋會唔爽快嘛。啊呢。會唔會有機會講？除了降筋同檢討，人哋咧腰骨、後背啊，也會受到連帶受到影響。有啲總比如講，人哋坐久也係講企久，會有嗰種後背會輕緊繃嘅感覺。嗰種背部嘅話有乜嘅方式也可以幫自家輕鬆一下呢？背部嘅話，坐蹲講冇做啦，不過咩可以有幾個動作，利用紮樹我們可以交叉，靠起來。靠起來，哦，安尼，往前推，有點驼背的感覺。哦，安尼，有時擺綁到嘅後背，綁到啊，哦，安尼哦，停差不多20秒，不會停一下，不會綁一下，再慢慢倒轉來，安尼。其實也阿雖然搞嘅動作唔係幾難嘅吼，唔過。天天嚟睇下，我記得有兩個講天天嚟，假使講壓唔好嚟啦，又講綁唔到頭先，天天嚟都好，因為有個係循序漸進嘅，每咧運動都可以一下就結果係腰骨都傷到。總體會講唔好痛啦，因為痛嘅話都停下來，無如範圍唔好太。像一種細問題都可以搶救唔到，啊，到時就將頭都講嘅腰骨傷到嘅都去請醫生嘅，都未請唔到嘅，係啊，除了安尼。因為人當地講吼，運動係一個輕重要嘅事情嘛。唔過，大家係唔係有記得講，除了運動，食的東西也係輕重要。唔能談講唔能嘅教練啊，也會去伴學生嘅提供講，唔能愛什麼嘅對自家嘅健康也當對訓練來講，個有效果嘅係咪？係啊，點解前多年啊，去吃東西時間吼，都冇注意到熱量一度，因為人哋糖你講。17分，練愛上分嘛，是咩輕鬆藥啊？如果你我感覺練按 Q 都冇乜嘅變化咯，冇效果，如果你明白練很多是麥當勞啊，是炸啊，因為俺南部啊，很多早餐都會澱粉類夠多，碳水還有夠多，像飯的啊，霸丸啊，一種就。變成個熱量較高一些，中的啊，嗰些原因就是你都是太高熱量的東西嘅，如果你營養的部分呢，還是會請教專業營養師，按嚟過後，等教練還有學過營養學學分，嗰時我們可以給一些建議啊，但是開測那個菜單還是要請專業的營養師會比較好。因為每年人的目的唔同樣嘛，狀況不一樣。如果你要減肥嘅，可能佢個菜單都失敗，會調整一下。有啲人可能自己本身有高血壓啊，糖尿病，有啲人也會注意同佢建議個按樣辦事。冇見到大家都講，紅人哋食材要先有機嘅，冇做嘅，冇想到其實食材也好，但係唔是呢些。
材料啦、比例无共用，对健康来讲也係冇乜嘅幫助呢吼。就我舉個例子啊，我之前有讀過一個學生嘅，一個阿姨，伊用因為食安問題啊，而家見到油路唔係講黑心油嘛嘅啊，嗰時伊唔放心講去買油，對，伊去甲伊買豬油，伊甲伊炸豬油，唔感覺講嗰個，唔感覺講豬油嘅東西好還是唔好？失敗嘅豬油應該係好嘅啦，但係好比例上，我都唔知講幾時一多嘅。係啊，以前都挑油加豬油攪拌清好事嘛。錯啊，係啊，伊咩哦，伊炒菜咩用豬油，豬頭咩用豬油，乜嘅都用豬油。失敗多嘅喎。係啊，嗰時變成講伊安尼養出來啊，養血壓時時，血壓都按高喏，比較唔低哦。因為豬油太多成分係膽固醇會太高啊。因為唔啲人講，我多講，豬油係健康嘅油，佢又炸咧，唔係我添加什麼東西咧。甜鹽嘅嘛，甜鹽係啊，嗰邊講是太多嘅。嗰時有真多東西啊，看藥嗰好，唔過是太多咩唔好。要適量啊。恁自家喺做教練啊，以恁專業嘅角度來講，吼，假使講我哋不管我減肥啊，維持我哋身體嘅健康來講，哪一條嘅飲食嘅內容，吼，也係講食物，你會同大家講，吼，食少一些，最好唔好食，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冇？哦，其實最主要吼，跟米字旁嘅糖，盡量唔好食。嗰種嘅大部分係哪種類型嘅食物？可能飲料會有。飲料涼嘅啦，有嘅天然嘅，而家。無如食東西，因為我爸爸吼以前做煮菜時節吼，都為咗講一個菜像燜豬肉，夠甜夠好食，伊都加糖，都加一些糖。以前加青豆，而家人講加一些都好誒，比例上面調整一下。一個米字旁嘅糖吼，其實對你真係唔會先好啦。不管是增肌還是減脂，都會影響到。話天然係酒。酒也係，酒精也是，每一種酒不管國外也係大家都共用嘛，都共用。安尼真是生活中要注意嘅東西幾多呢？除了米嘅糖啊，然後嘅酒之外，還有其他從你自家來講，唔會親手去碰的，或很少會去吃的呢？炸嗰時候，不過油咩唔係講出去都冇。沒有好嘅油哦，像魚油，亞麻仁油，苦茶油，那種都會好嘅油。沒用油冇是安的，酌量去吃。還有堅果也是好的油脂，也是會需要。更加聽到銀髮族，除了腳細條魔力之外，也核心魔力，變成講腰椎聽到啊，椎蠻突出啊，腰椎滑脫啊，安尼聽到這樣的族群，有舒適，有冇舒適，唔管有舒適冇舒適。我們核心肌群都要去加強，都要去鞏固我們的腰椎，去保護好我們的脊椎。就等於講冇問題嘅時間，可能嚟運動係作為咧保健嘅部分預防嘛。有問題只要開始，都等於講變做變復健嘅哦，係咪安尼？嗰時講唔能對一個知識嚟講，唔係單單講運動嘅部分，唔能連以後上嘅醫療嘅個復健專門嘅知識，唔能技術也要去了解，錯冇？跟也有個工具證照，會唔會唔去搞去考，會進修嘅部分咧？就等於講，人家教練真是冇簡單，連一個一天可以啲，因為人家幾多年，自家有狀況，自家都唔啲，錯冇？觀眾朋友，聽到安尼阿水嘅示範，大家有看到嘅冇？其實啦，自家嘅運動真簡單，用嘅正確嘅運動咧，大家就會注意咯。假使講真是切莫嘅話，加了親愛的阿水專業嘅教練，一定會好好同指導哦。唔過還有更多精彩嘅故事，休息一下再同大家講哦。前面人哋阿水啊，小嘅改導吼，本自家可以健康運動嘅動作啦，也係講是咧健康嘅東西。但係人頭頭又對於咧問題吼，感覺幾神奇嘅，都講人哋運動有哪度嘅觀念，條擺同人家有哪度嘅目標樣咧？繼續嚟請教一下阿水吧。阿水，像人頭頭講嘅啊，有幾度嘅觀念吼，條擺
係幾用啊？更加呢有冇共用嘅？睇人家嘅教學嘅經歷底下有哪度匹配嘅經驗哦，就是講喺觀念方面呢，我哋講迷思嘅部分啊，你可以記嘅啲嘢俾大家知好冇？好啊，最簡單的就講，大家都去健身房，如果會多多講，啊，等我像阿諾共用，好 muscle， 青菜練一下都長肌肉，肌肉嘿，我不想練太壯，其實我哋肌肉吼，唔要按好練咧，其實我搭配飲食、充足的睡眠，好，所以個足嚟，運動的頻率，好跟強度沒有到一定程度，那可以長肌肉，唔係講上練就可以練咧。係啊，錯噶，假使講按簡單的話，可能皮嘅人都唔會按到嘅，怎麼？除了按呢，除了大家有啲迷思嚟講，去到健身房，可能都會有大雞雞哦，心態嘅身體嘅健康之外，還有哪一啲係大家一直以來都有一個誤會的部分。好，誤會就健身房吼，以變成講有啲人以變成講有氧運動，好，跑步機都是用跑步機而已。無如去上瑜伽課。伸展拉筋，其實也可以冇乜嘅共用哦。因為跑步機啊、腳踏車要就會屬於有氧運動，係訓練我們心肺耐力。伸展拉筋呢，係幫我們的身體活動度拉開，好，本身體夠強鬆一些，冇按硬高。聽多以後會一健身房都先拉筋，因為你的身體還沒有熱開來。好，冷卻時間，因為筋條係真硬高嘅，嗰時有可能會拉傷，拉過頭。嗰時我建議講，唔先去跑步機，好，騎腳踏車，好，本身體先壓起來，暖身一下，好，有時把流汗，有時把喘，再去綁一下，安尼會較好。啊，綁開的活動度較好誒，咩可以，咩夠有力，血液循環夠好，那可以做重量訓練。安尼順序會夠建議啦。就等於講，人哋暖身夠有一些，有先本自家嘅身體吼暖身血液循環夠好一些時候，再來拉筋本自家身體放鬆，再來可能人哋會打球、會重訓或做其他運動，安尼講唔會輸送，係咪？係，唔錯。啊，唔過有啲人會唔會要講想講，教練講人哋我18有傳會流汗身體受風來啊，人哋一開始人都走表，沒有讀到安尼啊。安尼一定會輸送咗冇？我沒輸送啦，是講安尼做叫高效呢，唔做重訓的時間會夠冇力。還有不要做嘛個冇力的，已經前面走表黑的，全部體力都走表黑的。係啊，能量已經消耗完了。真是有啲人會按嚟上啦，吼，夠簡單，因為運動嘅時間夠冇按重，大家可能像1點鐘、1點半鐘誒，啊，人哋想講夠有效率嚟運動，要用那種慢，哦，所以除了按人自家喺室內喺個健身房底部運動之外，平時啊，人還會接觸到講過，去到腦部去搞好，也甚至於講變一種。對於社會來講，做一些回饋嘅課程啦，也講發通嘛。像紅道基金會，地方嘅社區嘅，你們有邀請來，伊嗰邊做銀髮族樂齡的運動。沒有一些社團，沒有請來去做一些健康講座。都屯地區社區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觀念，甚至重量訓、肌力訓練，輕重優，因為輕重你都輕唔上做。溫源啊，或輕區啊，如果唔想做安尼，人都是講也去輕鬆有對有幫助。盡量沒有做也安尼運動，去推廣安尼健身的訓練，因為健身訓練吼，俺一體育學系俺剛入學時間，俺能高師都還能講，好講其實銀髮族最需要你去健身房，好你最需要去到阻力訓練，去增加他的也肌力，保護也關鍵，都更加沒見講。做乜嘅銀髮族其實講最重要係肌力嘅訓練咯，因為肌肉流失夠夾，太夾咧，變成講要維持都真困難咧，變成講我進步要維持都有一定難度啦，所以說更要去做這件事情，我哋流失輕夾都變成講冇力咧把肌力冇力都變成用協調用關節的結構的力量去支撐。安尼像唔知個在許多其他嘅邀請來上課嘅時節啦，我哋也提供頭都講嘅觀念嘅部分，有幾多嘅裝備頭擺嘅觀念同人家學見人一下轉唔過來，唔睇教學嘅時節啦，唔會用辦去說服也頭嘅裝備吼，去改變見人嘅觀念，達到講促進自家嘅身體嘅健康，唔係用乜嘅方式可以積極嘅案例來講。因為玩遊戲啦。
嘿，像伊迄输染起来，例如用气球，好喷气球，嘿，啊先喷一喷，啊有诶肺活量唔拉人都喷唔起啊，所以讲因心肺耐力要练哦，还有含要行路哦，嘿，啊无路现在挺流行的超慢跑，还没可以试着在路卡原地做困咯，啊无路气球迄喷好咧，嘿，还有准备几粒，啊不去拍，好去输去搞，嘿。准备个通诶，啊，可以打进去冇，可以碰进去冇，嘿，就瞄准，伊个力量，嘿，多耐，啊，无如拧毛巾，好冇，安尼避水哦，伊个阿公阿伯，阿姨，叫他避讲拧毛巾，那个水啊，可慢水夹也比总慢落，安尼方式，因为拧毛巾就如果一个上肢肌力流失的一个指标，嘿，因为拧不干。代表示讲伊个输有魔力，所以可以用一个方式，可以增加伊个一个兴趣。除了总批之外啊，一般的后商人啊，也讲上班族像安尼呀的话，安尼咧运动同总批就无共用诶。我用蛮去建议讲，一般的人保持健康吼，不管喺睇健身房啦，睇那个能有拄到讲个特别咧后生诶，用其他力来鼓励大家好嘛。哦，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性质无同样，像有诶柜姐，百货公司的有企顿的嘛，从线上共用，啊企的啊叫做为无上较有久的船员啊，啊屯办货的，都所以每个人都无同样，所以我会感觉讲先来练训咯，啊唔会讲咱训练的。啊，伸展要轻重要，因为来到健身房，来到记忆训练啊，我们先提供去讲耐个紧绷，耐个磨力，啊慢慢的去调整，调整个方向，啊最重要是讲我提供我用去正确的去运动，最好嘛，像教练，免无买到唔怕啦，都买1-2节，提供用做完的。咩可以？哦，系啊，更加头都讲到咧重要啊，所以佢多人更加吼，提供运动轻重要，但那个今日有请唔想去健身房嘅人员讲，请讲因伊去，但某个拢唔对，啊结果吼，本个健身房啦，有讲公司吼，跟推荐嘅课程，啊反而改到嘅钱，结果又冇效果，啊听自家嘅角度来讲，我用蛮同大家。平反一下，也个迷思，也一个也个现象啦，吼，同大家解释一下。可以像唔讲诶，咱可以用办去进行，本自家先去了解，啊，再来健康安全的运动，吼，再来去用办初中，吼，后面也个目标嘅实习，用办去进行个好。迄个如果先了解讲，去甲开始讲脚模力好诶，如针对脚部的器材吼，先说，啊，无如像教练先问教练讲，也个咱可以做哪体系？啊，有的教练讲，因为教练其实每个教练的性质无同样，一点点无同样，有的迄比赛的，嗰时可以看一下教练的资历，看伊迄某个属性的，唔迄介意讲，也个。有的当然会可能讲，我先引导还是先讲？可能从唔同样，啊，好，是我唔怕诶。啊，有的是我可能也转向度啦。啊，唔迄有的像伊个做马拉松诶，啊，唔去讲要想要做马拉松，你都可以透过安尼方式，好帮助自己多一个运动的方向。啊，有的都打保龄球，以前的国手啊，你可以参考讲，按保龄球那种训练，好，除了技术之外。用的肌力训练可以帮助我打个准，够有力安尼。所以我主要是先多去搞方向。啊，有的人去输送的啊，可以多输出够好，啊有个用的轻用的头都会痛，啊我用的去改善安尼问题，啊如果请相关的教练去教我们安尼。最主要是你的目标要明确。啊你无目标。啊，无个想法，啊，都像教练推设计安尼。
如讲先看这个需求係乜嘅，啊我去練啊，又講我去復健啊，啲就需求確定嘅，再去同教練討論，啊順便也可以看一下教練佢係咪有內容嘅，哦最好係講人家真正有內道嘅，哦拿出來嘛，佢拿出一本，啊同拿出一組，都差真多嘅嘛，係咪安尼？啊有個運動環境咧要注意乜嘅冇？溪水其實相當開放式的槓鈴也安全啦，要注意有一個幾個身體服裝，可能最常遇到一個身體服裝呢不符合，踢嘅都會穿洞鞋，穿類似像拖鞋，摩斯哈鞋，嗰種鞋都會講講有啲圓圓啦，啊唔嘅重嘅東西跌下嚟。好見到，搞到嚴重嘅，真是。嗰時其他服裝要注意，啊，天熱都你身體衫褲同褲冇太痕，像穿牛仔褲啊，安尼都唔係講真適合。如果動作一用力別過來，啊我都腳會拉傷。其實運動幾簡單啦，哦，都適合嘅服裝裝備，啊，看到嘅新品，心理準備好嘅，都可以來運動嘅。冇一定要講我有輕貴嘅裝備啦，衫褲結條吼，真可以來運動。啊，佢個重點如果講要食水，要補充水分。如果你去冷氣房啊，如果你會聽邊個要食水，比如講清久嘅、清度好啲，好那是安尼要太慢嘅。哦，觀眾朋友，今日呢阿水講嘅內容，大家有記好嚟冇呢？對大家來講輕鬆喲。有限這個運動嘅時間，就可以面對一件事情。但係假使講真是唔清楚，家家來邀請人哋專業嘅教練同大家指導一下吧。今日呢，這真是各位歡喜哦，邀請到阿水來到節目裏邊分享按到好嘅知識咯。再一次多謝阿水，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聽下同意來哦。好喲，大家聽到阿水講嘅冇，更加家來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